人權內衣又甩咗一件。美國成日自封世界警察同民主人權燈塔，但又上演又當又立嘅大戲。國內執法隨手開槍，國外直接綁架人哋國家元首，兩邊都拎住人權同自由兩個大招牌亂揮，實際做嘅又係另一套。近日，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 ICE 喺明尼蘇達州明尼亞波利斯執法期間，當場開槍打死一個37歲女人。呢位女士只係開車路過聯邦執法現場，本來係合法觀察員，順便幫街坊照顧下嘢，點知就俾 ICE 當場槍殺。執法人員話佢開車衝撞，特朗普仲親自落場補刀，話佢係職業煽動者。但市長弗雷直接拎出片段出嚟打臉，畫面清清楚楚，佢只係準備掉頭，下一秒就俾人連開3槍打死。片證擺喺度，官方講法完全對唔上。呢種自衛執法嘅隨意程度真係令人震驚。一個母親就咁冇咗，留低咗3個細路。諗翻2019年香港街頭，警察面對真係掟磚頭同汽油彈嘅暴徒，大部分時間都仲係用橡膠子彈、催淚彈、警棍控制場面，好少直接開槍。執法克制到咁，都係有目共睹。但嗰陣時啲亂港分子同反華傳媒將香港警察鬧到狗血淋頭，污蔑成警察暴力、黑警，鋪天蓋地嘅抹黑。如今美國本土真係發生隨手槍殺平民嘅事，佢哋就全部失聲，係咪雙標得太離譜？更加離譜嘅係特朗普暴力綁架別國總統，又想吞併格陵蘭。美國呢套強盜表演，講白咗就係對人哋指指點點，動不動就制裁、綁架、轟炸，對自己人就隨手開槍，槍械泛濫，細路要着防彈衫返學，既要做警察，又要做強盜，仲要硬住塊面裏一層人權內衣，真係笑死人。